各位直播間嘅朋友們，大家好啊！我係 Grace 啊。今日嘅直播非常之特別，因為我邀請到一位重量級嘅大咖嘉賓啊。今日我特意採訪佢，關於一個非常啟發人心嘅話題。點解一位已經實現財富自由14年嘅人都毅然踏上 AI 數字網絡創業之路呢？相信好多人聽到呢個主題都會好好奇，佢明明已經攞到普通人夢寐以求嘅頂峰嘅結果，就係財富自由啦。點解還要選擇重新出發？究竟係乜嘢嘅時代機遇同埋商業嘅趨勢，讓佢做出呢一個決定呢？今日我哋就一齊嚟了解佢背後嘅故事。等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今日嘅嘉賓，我個網絡導師同埋教練。雪兒教練，好多謝你響旅遊途中都接受我今日嘅採訪喎，真係好感激你。唔使客氣。咁我先介紹一下我哋呢一位重量級嘅嘉賓雪兒教練啦。佢係一位具有傳奇色彩嘅成功企業家同埋直銷界嘅傳奇人物噃。佢曾經喺中國創辦咗5家企業，包括擔任趙氏影業有限公司嘅創始人同執行董事。響2003年，佢投資移民到咗加拿大溫哥華。2007年進一步移居美國發展。2009年，佢轉型進入直銷行業，憑借佢自己驚人嘅學習力、創造力同埋執行力，喺短短3年入邊就成為咗全球華人市場收入排名第一嘅傳奇領袖噃。到咗2013年，佢就已經真正實現咗財富自由啦。但係喺2025年嘅3月，佢選擇再次出發，進入 AI 網絡創業呢一個全新嘅領域，加盟唔到1年嘅時間就考取咗教練嘅資格，快速建立咗團隊嘅體系。喺短短嘅半年入邊，佢嘅單日最高嘅收入係14,026蚊嘅加幣。點解？乜嘢原因讓呢一位已經成功嘅人願意重新學習、重新開始呢？今日我哋就深入咁了解佢個故事啦。雪兒教練，歡迎你嚟到我嘅直播間，非常感謝你接受我嘅訪談，好多謝你願意同大家分享你嘅經歷同埋心得。Grace，我都好開心咧，喺度假之中咧，又同你見面啦吓，好多謝你同我進行呢一次訪談。喺正式開始之前，我亦都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啦。我係 Grace，係一位向政府部門工作咗15年，每一日遵循着朝九晚五嘅職場媽媽，同時亦都係一位網絡創業導師。我移民到北美已經就嚟20年啦。過去我一直努力響工作、家庭同埋未來規劃之間尋找平衡。我開始探索網絡創業，係希望打造一份可以長期經營並且可以帶得走嘅事業，同時創造更加多嘅被動收入，並且可以傳承俾我嘅細路仔。因為我希望為正在攻讀博士嘅女籌備更加多嘅教育資金，亦都希望提早規劃我未來嘅生活，擁有更加多嘅時間陪伴自己嘅家人。雪兒教練，好多朋友都會好好奇，你已經實現財富自由14年啦，亦都經歷咗傳統商業同埋直銷行業嘅成功，點解後嚟還要選擇重新投入 AI 網絡創業呢？係乜嘢樣嘅趨勢同埋機遇令到你再次出發呢？其實好多朋友都問過我呢個問題。AI 咧係目前普通人跨越階層嘅核武器嚟噶。其實我咧我老老實實講啦，我確實係一個機會主義者。點解咧？當機會來臨嘅時候嘅話咧，我一定唔會放過。無論我係有錢抑或冇錢，呢個並不是最重要嘅。最重要嘅係我絕對唔會錯過佢。經歷過傳統嘅商業同埋直銷嘅成功，我好明白兩件事。做商業嘅話咧，傳統嘅商業咧，資金投資好大啊，同埋咧庫存啊，同埋嗰個現金流嘅壓力嘅話咧，即係真係令人咧產生好大嘅壓力。而傳統嘅直銷嘅話咧，又太依賴人馬，冇人你根本做唔到呢個生意。你唔好聽人哋講啊，你入嚟啦，入嚟啦，啊，我會放人喺你下邊啊，呢啲咧啊都係氹你入嚟嘅啫。
所以咧，普通人嘅話咧係好難夠複製，好難成功嘅。我呢次嘅話咧，點解會重新出嚟？就係我啱先講嘅，第一，我要揸住呢個機會，我唔好錯失佢，因為我睇到 AI 係未來20年一定會好紅嘅行業啊，也可以帶俾好多人賺到好多錢嘅行業，就好似房地產初初開始嘅時候係一樣嘅啊！你錯失咗房地產，你千祈唔好再錯失 AI 啦啊！因為房地產投資好大，AI 投資唔係好大嘅啫啊！所以咧，我再次出發就係因為我睇到咯 AI 同埋我哋依家做嘅呢個網絡連鎖店，佢帶嚟嘅絕對嘅顛覆性。過去我哋需要整個團隊做嘢，做好多嘢啊！比如講，我哋要做 social media 嘅網紅啦，大家而家都知道網紅好行噶啦，係咪？幾年嘅話咧，個個都唔知道網紅會咁賺錢嘅，等知道嘅時候已經尾聲啦，已經賺唔到。我都嚟做啦，係咪？你要等個個都明白，個個都識做嘅時候，你邊有嘢食啊？係咪？俾人哋分晒啦。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喺你未睇明白嘅時候，就要把握機會。最緊要你睇到佢係一個機會就得啦。以前要好多人做嘅咩攝影師啦，咩文稿啦、起稿啦吓，仲有各種各樣嘅導演啦吓，依家都唔需要啦。AI 一下子同你搞掂晒啦，係咪？呢個唔係簡單嘅又一次創業，佢係一場商業效率嘅革命。聽到革命呢兩個字，係咪覺得好新鮮啊？因為已經好多人唔知道咩叫做革命啦。財富自由嘅話咧，佢只能夠保證我嘅生活，但係咧跟緊時代嘅步伐，先可以令我咧保持與世界接軌嘅嗰種連接。最重要嘅係，我哋可以幫助好多嗰啲普通人，特別係做直銷嘅，好多嗰啲俾人氹入靚嘅嗰啲直銷人呢啲普通人，佢都係可以喺呢個平台上邊攞到結果嘅，因為佢哋都想成功，只不過咧佢哋唔知道應該點樣成功，應該借助乜嘢先可以成功。所以呢個咧就係我重新再出嚟嘅原因。我希望能夠幫到用呢個平台幫到嗰啲我見到好多太多嗰啲普通人，佢都可以成功。你個出發點就係想幫助更加多人嘅人係成功，並且係利用個 AI 個工具去幫助佢哋成功，係咪？係啦，真係好啦。下一個問題就係話，有人會問你睇到你成功嘅速度咁快，從進入呢個領域到考取教練資格啦，只係用咗唔到1年嘅時間。咁當時你攞咗教練資格嘅時候，最大嘅感受係乜嘢？咁呢一個教練嘅身份對你嚟講代表咗係乜嘢咧？查實攞到教練資格嗰一日嘅話咧，我唔係話好似人哋哇好興奮啊好咩嘢，我冇嘅，我覺得係順理成章嘅。呢個本身就係我要做嘅嘢，只不過係我做得快咗啲啫。你好謙虛嘅雪兒教練，你真係好謙虛，真係。喺我心入邊就係咁樣嘅感覺，因為我一定要去做教練嘅。我初初同大家講嘅就係一定要去做教練。係，我記得。係啊，我只不過係做俾大家睇，我好快就做到啦。你哋一樣可以好快做到嘅啫。喺呢一年入邊嘅話咧，我唔會好似嗰啲新入嚟嗰啲新仔咁樣好焦慮。焦慮咩嘢咧？我成日都叫你哋咧，不忘初心，係咪？點解要不忘初心咧？因為啲新仔入嚟嘅時候嘅話咧，佢未睇明白，未識做，都唔知做緊乜嘢，我從邊度落手啊？佢會焦慮。我冇嘅，因為咧我睇得好清楚，因為我做開呢一行啊嘛，我一睇就已經明白呢個平台係唔同所有嘅傳統生意同埋直銷生意都唔同嘅。因為你相信佢。因為我睇到未來啊嘛，你唔信佢係因為你睇唔到未來啊嘛，係，之後你喺呢一行成功過，你先知道係乜嘢工具最順手，係啊，好啦，係咪？咁呢個平台咁就手，咁容易幫人成功，點解唔用咧？因為平台同埋 AI 工具已經將嗰啲基礎設施咧已經建設好咗噶啦，
呢個教練嘅身份對於我嚟講咧，佢唔僅僅係一個榮譽嘅標籤，更係一份咧利他嘅責任。點解咁樣講咧？佢意味住唔係我一個人可以喺 AI 時代賺到錢，係更加係想話俾大家知，你只要擁有咗呢一套標準化嘅嗰種系統，我哋就可以帶動嗰啲普通人都可以一齊喺網上變現嘅實戰嘅系統。當然啦，唔係普通人就更加容易成功啦，因為咧我哋話學習咧係唔同噶嘛，係咪？有啲人咧同一班同學60個同學，有啲人考清華，有啲人考北大，有啲人考Stanford， 係咪？咁唔係個個都係考到長青藤噶嘛，係咪先？所以咧每個人咧佢嘅本質係唔同，但係咧我哋咧針對普羅大眾，好多普通人嘅話咧，佢都可以成功啊！呢一個係最重要嘅，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咩咧？如果我做到教練呢個職位嘅話咧，因為我哋嘅系統係有規定嘅，只有教練呢個職位先至可以幫新人入嚟之前認真嘅去規劃佢嘅投資策略所以咧我要把好最後呢一關，幫我哋新入嚟啲 partner 嘅話咧，同佢設計好最平嘅投資，最適合佢嘅投資，最快嘅獲得利益，最快嘅回本嘅嗰種方案俾佢做好咧臨門一腳嘅工作咯，呢個係重點。咁即係話你考取教練資格嘅初心，亦都係為咗去幫助你個團隊，你更加有實力，更加多嘅資源去幫助你團隊更加快咁樣去成功啦，係咪？係啦，冇錯。真係好感恩，我可以遇上咗雪兒教練呢一個導師，亦都教識咗我好多嘢，真係好感恩咁樣。下一個問題仲想問下雪兒教練嘅就係，點解你可以能夠咁快取得成功？你認為成功嘅關鍵係咩啊？係你嘅經驗啊？係系統幫助到你，定係你選擇啱咗，定係你個創造力同埋執行力呢？ OK 呢個問題嘅話咧，核心嘅結論嘅話咧，就係咩咧？如果要我去俾你個答案，佢個排序嘅話咧，第一個就係選擇。我哋有講選擇比努力更重要。你係選擇喺農村耕田種地，一年有1到2次嘅收成咧，抑或你去選擇坐 office 太陽曬唔到，雨淋唔到，抑或你去選擇做老闆。每一種選擇嘅結果係唔同嘅，但係時間係相同嘅，一日24個鐘都係相同嘅。你係希望每一年嘅年薪收入得過1萬蚊，抑或係希望一年嘅年薪收入係10萬蚊，抑或係選擇一年嘅年薪收入係100萬？呢個就係你嘅選擇啦。選擇不對，努力白費所以嘅話咧，選擇係至關重要嘅。咁好多人係唔識得去選擇。如果今時今日有個機械人幫你做嘢，你又唔使俾薪水佢幫你做晒所有嘅嘢，你中唔中意啊？梗係中意啦。咁如果你係選擇話我要搵10個人幫我嚟做嘢，我仲要付薪水俾佢哋我仲要睇下佢哋會唔會偷懶我日日要跟住佢哋，你係咪覺得好辛苦啊？係人咧，一話選擇搵一個機械人就可以做10個人嘅工作，我乜嘢梗係選擇機械人啦。係選擇機械人，你有一個條件嘅，你要識得知道點樣指揮個機械人，係咪啊？你要設置好嘅指令俾佢所以咧選擇係好重要嘅，選擇排喺第一位。第二個話咧就係個機械人，你要點樣學識去指揮佢，點樣學識去設置佢，將你嘅語言 set 落去。咁你識唔識啊？唔識你就要學啦，係咪？第二個咧就係系統啦，點樣去指揮機械人啊？第三個嘅話咧，呢個機械人你唔可以立亂嚟指揮噶嘛，啱咪先？要根據人哋嘅系統話俾你知應該點做，你就要點做。所以咧呢度就要講到咧100%嘅複製啦，100%嘅複製嘅執行力。咩叫做100%嘅複製嘅執行力咧？你要照足晒人哋說明書去做，你千祈冇話我就係唔中意做按照說明書去做，說明書叫我向東我就偏偏向西，你話呢個機械人會唔會喐啊？
佢一唔會喐嘅，係咪先啊？所以嘅話咧，100%複製嘅執行力係好重要嘅。因此嘅話咧，我哋話啦，選擇方向錯咗，越努力越可怕啊！因為方向錯啦嘛，你努力咪越行得遠咯。我選對咗 AI 同埋我哋呢個全球嘅嗰個網上連鎖店嘅呢個趨勢嘅賽道，我選啱咗佢，我就好容易借力成功。呢個叫做風口啊嘛，呢個叫趨勢啊嘛。明白。當我按照呢個系統，我有呢個系統啦，有咗呢個系統就唔係你嘅個人能力嘅問題啦，因為系統係一樣噶，你有能力同冇能力都係一樣噶，只不過係一個學習力嘅問題啫，你中唔中意學嘅啫。係，如果今時今日你學識咗佢，你等於咧就借助呢個系統幫你做嘢啦。呢個平台有一個好成熟嘅一套好成熟嘅全球化運作嘅系統，幫我慳咗好多時間，我也唔需要去賣貨，我也唔需要去研發，我也唔需要搞咩物流啊，搞咩售後服務啊，呢啲麻煩唔需要，佢全部同我搞掂，係咪？咁啊，執行力嘅話咧就係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啦。你有冇100%照足嗰個說明書？喺呢度講嘅說明書，即係我哋嘅課程啦，係咪？有冇照我哋個課程老師教你去做嘅方法去做？成功唔成功？你前邊有咗選對咗方向，選對咗系統，你剩低嘅就係你聽唔聽話，中唔中意學啦？係。咁你咧就照捉住老師講嘅100%嘅聽話照做，你點有可能唔會成功咧？經驗喺呢度咧係最唔值錢嘅。點解話最唔值錢咧？因為你以前啲經驗都係唔成功嘅經驗，你將嗰啲唔成功嘅經驗攞嚟呢度，係咪係你嘅包袱啊？係咪阻止咗你成功啊？係。所以咧經驗咧反而喺呢個 AI 時代係最不值錢嘅。過去嘅傳統經驗甚至可能成為你今時成功嘅包袱。如果係一個小白，佢乜嘢都未學過嘅，佢只要肯學，佢反而比嗰啲有經驗嘅人咧跑得更加快。點解咧？佢冇累贅啊嘛，冇以前啲經驗嘅累贅。點解話小朋友讀書咁快學識嘢？成人咧讀書就好難學識，會怪自己個記性唔好，查實唔係噶。因為小朋友從來都唔會問老師點解1+1等於2咧？成人咧就會問好多為什麼，十萬個為什麼因為咩1+1等於2？點解佢會1+1等於2？係科學家去研究噶嘛？你淨係記得1+1係等於2就得噶啦。乘法口訣你只要背落嚟就得噶啦，係咪？唔好去研究點解1會得1啦？點解1+1就會得2啦？喂，你嘅研究呢啲咪阻止咗你嘅成功嘅步伐咯？所以嘅話咧好簡單，我哋嘅話咧要想學得快，就要100%聽老師話，老師點講我就點做，唔好問咁多為什麼。你學下你就明為什麼噶啦，就好似軍隊有一句說話你理解嘅執行，你唔理解嘅喺執行逐步去理解。當然啦，你一定要執行你唔好話唔執行，你唔執行係令你自己冇辦法向前嘅啫所以呢個咧係至關重要嘅。就係話你如果選擇咗呢一個網絡創業嘅話，你要保持一個空杯嘅心態去學習，去執行，跟住係說明書去做，咁一步一步咁樣就可以構建到你一個成熟嘅網絡創業嗰個架步啦，係咪？好啦，嗱頭先我哋提到網絡創業咁好多人就會諗起究竟網絡創業同埋直銷有啲乜嘢唔同咧，都會有疑問啦。咁你係點樣去睇依家嘅網絡創業模式同埋過去嘅傳統商業嘅模式，同埋嗰種直銷嘅模式，佢哋之間最大嘅區別係乜嘢咧？係咪一定要發展團隊先能夠得到收穫咧？呢一份事業真正嘅核心嘅優勢係響邊度啊？ OK， 簡單嚟講嘅話咧，最大嘅唔同嘅話咧，就係
模式唔同。傳統嘅商業咧係人揾貨，貨再去揾人，賺嘅係差價，係咪啊？進一個杯入嚟，我哋賣一個杯出去，進貨係幾多錢，賣出去係幾多錢，我哋賺呢個差價。咁傳統嘅直銷嘅話咧，係靠咩？係靠不斷嘅拉人、開會啦、洗腦啦，其實好多人都稀里糊塗嘅，都唔知道點樣就入咗嚟啦。憑住一種朋友之間嘅情誼或者親戚，哎呀唔好意思，推決去入。但係我哋依家就唔同啦，我哋依家個 AI 網上連鎖店嘅網絡創業嘅話咧，係系統去揾人，唔需要你去揾人，也唔需要你去銷售，利用 AI 精準定位全球嘅客戶，而且呢個 AI 嘅話咧，佢係可以24小時自動化嘅運作。咁你需唔需要去發展團隊嘅話咧？你可以發展團隊，你也唔需要好刻意去發展團隊。點解咧？喺呢個模式之下，你一個人配合 AI 同埋平台嘅系統，你就可以完成銷售、轉化同埋收益啦。當然啦，喺呢個過程中，你嘅團隊係自動建立嘅，唔需要你刻意去建立嘅。佢會自動嘅。有啲人嘅話咧，佢係嚟買貨嘅。咁有啲人嘅話咧，我就係想成功嘅，我就係想賺錢嘅。唔同嘅人入嚟嘅目標唔同。咁如果係仲係用戶嘅話咧，佢咪用咯。如果佢係想要賺錢嘅，佢就會好自動嘅同你成為一個團隊啦。咁核心嘅優勢係咩咧？佢係一個真真正正嘅。唔好似傳統生意咁，又要你囤貨啦，又要你管物流啦。佢係一個咧係利用我啱先講嘅，利用機械人嗰個自動化嘅嗰個系統，能夠喺全球去賺錢。可以設置一個全球嘅管道嘅持續收入，所以呢個咧就係最重要噶。我哋選擇佢嘅核心。即係話我哋呢個網絡創業咧，就係唔使去揾熟人嘅。亦都係一個係全球性嘅一個網絡嘅連鎖店，係咪？係，唔需要去推銷產品，也唔需要去騷擾你嘅親戚朋友要人哋加入啊。嗰個系統會幫你揾人，嗰啲人嘅話咧，佢會自動嚟揾你嘅。咁真係慳翻咗好多時間，亦都唔使話傷害咗朋友之間嗰種感情喎，係咪？你有時你搏命去推銷去拉人啊，咁即係有時好傷感情噶嘛，係咪？你去揾親身邊嘅朋友，人家以為你又拉人去做直銷啊，有咩老鼠會啊呢啲嗰啲嘅，搞到自己朋友都冇得做。咁我哋呢一個網絡事業就係屏蔽咗有好多呢啲即係以前傳統嘅直銷嗰啲弊端啦，咁樣啦。咁我哋真係好幸運可以遇上呢一個咁好嘅全球性嘅網絡創業啦。好多朋友第一次了解呢一個網絡創業平台嘅時候咧，都會問：點解我一定要需要支付149美金先可以進一步深入了解呢一個系統咧？點解要支付149美金？呢個係一道雙向選擇嘅信任嘅門檻嚟嘅，佢係冇風險嘅。30天之內嘅話咧，如果你考察完你覺得唔適合你做嘅話咧，我哋係支持退款嘅。所以嘅話咧，大家冇把嗰個149當成係學費，或者係一個投資，或者係一種消費。佢查實一個咧係一個誠信嘅過濾器。點解咧？因為我哋嘅平台嘅話咧，依家係風口啱啱開始，好多人都未有見過係呢種模式嘅。我哋入邊咧包含咗核心嘅商業機密同埋運行嘅嗰個系統。呢個149美金嘅話咧，係為咗篩選出嚟真真正正有創業嘅意願、有探知欲嘅嚴肅嘅創業者，排除嗰啲只係想喺度湊熱鬧嘅人。到底係咩嘢？我嚟睇一睇。呢個又未有用心去睇嚟影響到我哋1對1嘅導師嘅時間。所以嘅話咧，佢係30天內100%全額可以退款嘅，相當於給彼此一個相互考察嘅零風險嘅機會。你付咗呢個149，你入嚟就睇清楚一切噶啦。你覺得唔適合你，你隨時可以退款走人，冇任何損失。就好似我哋去睇電影，你係咪睇電影你要買門票一樣啊？係啊，你唔買門票，你點入電影院睇電影呢？
就係一個入門嘅敲門磚啦，考察嘅敲門磚。哇！咁啊，真係聽到粵語教練講話，你交咗149之後咧，亦都係會有30日嘅考察期。如果你考察完咗之後，覺得唔適合嘅，可以免費咁樣退翻，真係好難得喎。係啊，好多人係退完咗149，佢又會重新加入。點解咧？佢就想試下你係咪講149可以退就退咧？查實佢睇好咗啦，佢就係要退下試下嚇。咁啊，你真係可以退俾佢啦。佢覺得你係可信嘅，因為依家世界上太多詐騙啊嘛，係咪？我初遇到呢個咯，我都會有呢種想法噶。149，你係咪想呃我149啊？但係咧，我都唔怕你149，你呃咗，唔通你發達咩？咪照交嚟睇下啦。一睇，發現真係柳暗花明又一村吓，你真係睇到咗一個機會啦。所以嘅話咧，我就走落嚟啦，就係咁樣。最後一個問題啦，亦都係大家最關心嘅一個問題喎。投資嘅資金安全嗎？有冇風險呢？大概幾長時間先可以睇到收益啦？呢個真係最關心噶啦。其實咧，我喺商海入邊咧，沉沉浮浮咧咁多年吓，都算係見過大風大浪噶啦。既然係見過大風大浪嘅過嚟人嘅話咧，我比任何一個人都更加睇重安全呢2個字。雖然講我哋呢個投資唔大，但係咧我都好注重呢間公司佢係咪合法嘅。資金安全方面嘅話咧，平台完全係合規合法全球化嘅營運你唔需要抌好多錢入嚟，佢也冇嗰種傳統商業嗰種血本無歸嘅嗰種斷崖式嘅風險。風險嘅評估嘅話咧，如果你唔行動，唯一嘅風險就係浪費咗一啲時間，同埋咧嗰個149，因為你過咗30日你唔想退啊嘛就係選擇個149嘅啫。其他嘅你嘅投資嘅額嘅話咧，我哋都會相應嘅會俾翻你贈送一啲同額度嘅你屋企需要用嘅器材所以嘅話用品所以嘅話咧，你冇任何風險喺呢度嘅投資係冇任何風險嘅。但係如果你跟緊我哋嘅系統，跟住咧聽話照做嘅話咧，你淨係用一個低成本博取全球市場嘅一個機會，你就可以把握得到啦。幾耐先至睇到效益咧？呢啲係見仁見智噶啦，睇你有幾咁努力我哋話你有幾咁努力，你就有幾咁嘅收穫嘅，係咪呢個取決於你自己嘅配合同埋你嘅執行力啦。系統咧就係現成嘅，對所有嘅人都係一樣嘅，佢係好公平嘅。有啲人嘅話咧，喺第一個月就有收成，好似我第一個月就有收入啦。有啲人嘅話咧，第一個星期、第二個星期就睇到啦。咁有啲人嘅話咧，佢會時間長啲點解咧？因為每個人嘅話咧，佢投入同埋佢嘅理解以及佢嘅執行力有所不同只要你按照我教你嘅方法去配合呢個 AI 工具，收益嘅話咧，發生係好快嘅，也係好自然嘅。你只要認真聽話照做，收益係好快嘅啫。我哋團隊有好多人嘅話咧，第一年都賺唔少錢噶啦，有賺幾萬蚊嘅，有賺幾千蚊嘅。OK 所以呢啲係見仁見智嘅，睇你自己啦。咁其實都係關係到緊你嗰個執行能力啦，同埋你個複製能力，係咪？好多謝雪兒教練今日真誠嘅分享，令我哋可以把握 AI 時代新風口嘅機會，快速完成我哋心中嘅理想，實現財富自由同埋時間自由。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嘅訪談。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我哋嘅項目，請點擊下邊嘅鏈接，留低你嘅姓名同埋郵箱，我哋會免費發送中英文嘅資料俾你。下次直播間再見啦！